醫療網絡指定會員服務網上平台，為經常往來內地大灣區城市嘅指定客戶，於內地大灣區指定城市提供醫療保健服務。首先，下載微信應用程式，並使用微信掃描 AIA 所發送嘅二維碼，進入醫療網絡指定會員服務網上平台，並透過微信手機號授權或以手機一次性驗證碼登錄。完成登錄後，選擇開始進行註冊，填寫同 AIA 保單受保人一致嘅姓名，再輸入同保單受保人一致嘅證件類型同證件號碼，然後填寫保單受保人性別、出生日期、保單類型同保單編號。核對個人資料後，喺方格填上剔號，表示同意你填寫嘅信息將會發送到 AIA， 並會與 AIA 保單信息進行核對驗證。撳校驗，如果校驗成功，版面會出現校驗成功。若需要繼續添加其他受保人，請點擊下方嘅繼續添加。完成後，你就可以開始預約唔同嘅門診服務。喺主頁右上方選擇預約視頻問診，地區選擇中國大陸，並喺方格填上剔號，確定受保人同醫生進行視頻問診時正身處於中國大陸境內，再按網絡視頻問診中國大陸，選擇你所需嘅醫生，揀選需要諮詢嘅日期同時間，點選需要進行諮詢嘅問診人，並填寫諮詢內容同送藥地址。完成後，撳下一步，選擇今次問診需要使用嘅醫療計劃，閱讀並同意使用視頻問診嘅有關條款，並喺方格填上剔號，再撳提交預約。版面會出現預約成功，並顯示預約資料。主頁亦會顯示預約狀態。喺預約視頻問診前5分鐘，會顯示進入診室嘅按鈕，點選進入診室就可以等待醫生問診。視頻問診完成後，當有關處方已經準備妥當，你會收到短信、SMS 通知，然後你可以喺主頁選擇處方列表，馬上安排藥物送遞，撳立即購藥，選擇你所需派送嘅方式，撳立即支付，再撳付款進行付款程序。完成後可以睇到支付結果同埋有關藥品訂單詳情。喺主頁中間位置撳已預約嘅問診或撳預約視頻記錄，選擇需要取消或改期嘅預約，選擇取消預約或預約改期。如果需要預約改期，請重新選擇需要諮詢嘅日期同時間，撳確定並提交修改，版面會顯示日期或時間修改成功。喺主頁左上方選擇預約診所問診，選擇城市，選擇你所需嘅時段同診所，揀選需要諮詢嘅日期同時間，點選需要諮詢嘅問診人，並填寫諮詢內容，選擇你需要使用嘅醫療計劃，撳確定，確認資料無誤後，閱讀並同意有關服務嘅條款，並喺方格填上剔號，再撳提交預約申請。提交申請後，工作人員會喺2個工作小時內確認你嘅預約。預約成功後，版面會出現預約碼，你亦可以前往主頁查看預約狀態。就診時，請謹記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同出示預約碼就診。喺主頁中間位置，按已預約嘅問診或按門診記錄，選擇需要取消或改期嘅預約，選擇取消預約或預約改期，重新選擇需要諮詢嘅日期同時間，撳確定並提交修改，版面會顯示日期或時間修改成功。喺問診結束後，
你可以喺主頁選擇門診記錄或預約視頻記錄，選擇需要支付費用嘅診症，撳立即支付，輸入支付密碼後，版面會出現支付成功。如果你嘅醫療方案係涵蓋基本身體檢查，主頁右上方就會顯示預約健康體檢嘅按鈕，點選基本身體檢查，選擇你所需嘅體檢機構，然後撳預約，填寫聯絡電話，揀選體檢日期，並選擇你需要使用嘅醫療計劃，確認資料無誤後，撳提交預約。預約提交後，工作人員會於4個工作小時內同你聯絡確認你嘅預約。喺主頁選擇我的權益，即可瀏覽你嘅醫療計劃詳情，包括保單每年診症次數、已使用次數同剩餘可用次數等等。如有查詢，可以致電醫療網絡指定會員服務網上平台嘅熱線電話。